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2024年，台湾这个展将要在今年10月选在市场古迹西市场作为主要的展场。不过，台南市议员陈怡珍对去年10月就一直关心西市场的整修工程进度，对完成预定今年4月，延到6月，甚至要到今年8月才会完工。有不少的议员关心，是不是会影响到台湾的设计展？4月又到8月，又延宕了这4个月的工期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其实因为这个8月到10月的设计展，其实是时间更紧迫。昨天财税局他说他大概6月可以完工，离8月可以完工，离这个10月就很接近哦。那你看你是8月，他是6月完工，离10月已经很近，你是8月才完工。那如果这个工程又有点状况的话，你要怎么办啊？跟议做报告哈，所以我们当然是抓8月，但是我们这中间是有跟我们的那个施工厂说，我们还是要赶快把这个进度赶上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看是不是还可以提前一点。一定要8月真的是已经非常紧迫的时间，10月份就是设计展哦，所以我想8月绝对不能再跳票，因为之前已经从4月到6月，现在到8月这个时间绝对不能跳票，因为未来台湾设计展这北当闹苦耶哈，这个脸丢不起啦哈，所以我想，如果这个园区已经人家在设计展，你旁边在施工，那些看紧的哈。除了关心西市场的工程进度，另外议员嘛关心地政局所属的地政事务所有明显的劳力不均。议员以安南区的人力编制44位，甲其他地政所的人员差不多。不过服务的案件，却是各地政所的几啊倍。提醒市府伫个人力要做合理的分配。对此，地政局长回应，目前有做跨所的资源，未来会定期来检讨人力的配置。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蔡小薇长期结合康黄金慈善爱心协会举办公益的活动，无论是清寒家庭的物资捐赠、弱势孩童的奖助学金等，拢会用去看到慈善会对着社会付出。而即届结合台南市中山狮子会的慷慨节能，互捐赠的物资更加丰富，总共捐赠600份的白米加生活物资，要互东区经济弱势族群甲听众人士。单位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东区的1款跟低收2款的好朋友啦嘛非常感谢咱的康黄金慈善会、甲台南中山狮子会还有自强狮子会来联合做这样的捐赠。除了平常在这个地方的照顾上，他们2个协会呢也都不遗余力啦那这一次呢，听到小薇特别要举办这样的活动第一时间马上来全力支持那也包含了我们的自强狮子会一起把它揪回来做这个爱心的活动。这一次呢，这个活动很不简单，非常快速的来协助呢我们需要的朋友们。那呢，一共有600份的白米，600份的物资等一下呢要颁给我们需要的朋友，还有呢我们的孩子，还有呢我们的听障协会更有呢我们在不邻近社区的据点用餐所以帮助相当多的人刚刚呢小议员也讲了，我们发起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呢抛砖引玉我们呢小这个爱心呢，其实是大的贡献。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捐赠活动，有更多的人呢，可以来关心咱左邻右舍需要关心的孩子们、家庭们，让呢我们台南市各地也更温暖。上午出席的除了爱心协会理事长以及中山狮子会会长，另外嘛感谢关帝店的热心帮忙，有着社会局长卢玉聪、甲东区的区长黄炳源分别来递赠感谢状，肯定爱心团体的善行。同时嘛希望借由活动会用的抛砖引玉，串联较大的服务量能，互台南的善行会用照亮每一个角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罗里门马乡5府千岁石日前圆满落幕，为发扬妈祖大爱精神，庙方决定将2200份普渡贡品捐赠予咱市40个社福团体，关怀弱势族群。在捐赠典礼上，由市长委替代表收下这充满妈祖大爱的暖心礼物。我背后遮侪物资，这是一部分啊了，这是排出来因为要全部要提出来，可能3天用拖拉机落去载。这样啊侪物资要来帮助咱社会，咱城市弱势的团体，这是不但是各位的善心，嘛是妈祖天上圣母的善意，会当帮助。想伫遮再次感恩代表咱台南市180万市民朋友。以及所有受到帮赞咱的弱势团体，表示最高的敬意甲谢意嘛。集大众的爱心来帮助咱台南市的弱势团体对，弱势团体所以讲欢迎大家伫妈祖生一大中间，大家信仰遮参拜，互罗里们庇佑咱身体较健康、较平顺的来个逐工会当存好心、做好事、讲柔软的话、尊重的话，互咱未来人生哪顺。这回土城乡圆满，庙方捐赠普渡贡品，接续农历3月23妈祖生也将来到，圣母庙继续发起捐油捐米的活动，希望帮助全台南市家受日好。庙方也希望各界踊跃参与登记，做伙发扬妈祖精神。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虽然新冠疫情有下降趋势，不过根据统计，台南今年一直到4月中旬为止 ，COVID-19 并发重症的比例累计也有536例，有64例死亡，其中65岁以上长辈就占7%。为了避免重症加死亡的风险，卫生局呼吁上好的预防依然是注疫苗。
另外嘛，因为肺炎链球菌感染未当疏忽，所以市府特别推出2种疫苗，保护健康佮家人。在整个国外的研究都发现，我们的疫苗对于65岁以上，还有一些我们免疫力比较不好的人呢，他的这个发现他的这个保护效果，一定要再追加1剂，这个新冠疫苗。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原住民的部分，我们55岁以上就可以来施打第2剂。但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众的话呢，我们建议65岁以上尽快来施打。那不但是我们施打65岁以上这一剂 XBB， 它可以同时跟我们的肺炎链球菌一起来施打，所以大家来一趟医院，我们可以2剂一起打；来一趟我们卫生所或者是我们的合约诊所，都可以同时来接种2剂，一方面保护我们的肺炎的发生，一方面新冠疫情的威胁。卫生局呼吁户下做疫苗资格要赶紧前往合约院所，其他是卫生所来做，提升家己的保护力。台湾新闻管及采访报道。开台圣王郑成功400年联合春节活动，将会有来自国内外7个宗庙团体、8尊的神尊同事，包含日本平埔、马来西亚槟城、菲律宾、中国厦门等地3、4千名信众参与。共同来庆祝成功做400岁圣诞。郑成功祖庙为着要庆祝成功做400岁圣诞所以阮特别来申办中华民国皇族开台圣王联合会的这个春季大典那么不只是春季大典我搁配合咱的总书记典做伙夹起来办理安尼就是讲28号的这下早9点伫延平古龙寺办总书记典那么总书记典结束了，就全部过来咱郑成功祖庙来申办这个中国皇族开台圣王联合会的春季大典那么估计迄个28号迄天，差不多伫3、4千人会当同时来祖庙来祭拜郑成功安尼纪念咱成功祖对台湾建设功劳的伟大安尼今年是台南400，同时也是郑成功诞生400冬。中华邮政将伫8月16日发行郑成功400年诞生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以台湾博物馆典藏的国宝郑成功画像来制作，是目前全世上早也是上接近真实的郑成功画像，非常具有收藏价值。今年阮特别为咱台湾邮局来发行郑成功的个人邮票安尼这会使讲非常的有价值安尼那这个数量真的非常有限，就是即便你想要多也不可能。我们就现在目前限量只有1200，那还有我们这个歌画里面这一套，一定会让大家就是把8月16号发行的这个邮票呢结合。适逢台南400，郑成功祖庙伫25日举行回馈品寄付仪式，祈求百事成功，万事顺利。郑成功祖庙以及台南邮局热情邀请大家伫4月28做伙来参与盛会，东港添牛香1000块，就送郑成功的存折。台南400预售钥匙选定限量回馈品。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3、2、1，请剪彩。创造全新感官因实体验，和 Amber 以深度感受视味技术，呼应台南市美术馆场所地质，开设无同款的咖啡厅。这里的咖啡都会当季选用世界各地不同的豆种，然后去搭配我们的展演创作，挑选出最适合当季的风味。那我们会结合台南在地的食材，在和 Amber 去做呈现。店内有定水式的视觉展演，平台顶面播放影片，咖啡师随着歌曲、影像同参与，让观者体验听觉、味觉、甲视觉所交融出来的奇幻世界。咖啡连结音乐家系列，然后以及一些经典的文学、媒合动画创作，跟现场的咖啡师展演，去带给群众透过身体跟我们的五感去认识手冲咖啡的记忆，也去连结音乐跟我们的饮食文化。这个空间跟这样子的氛围，我想是作为台南市美术馆将来结合艺术里面一个特有的留白空间，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尽量来我们美术馆，之余可以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到我们的喝 Amber 里面。品牌传达温暖的意象，餐点行暖色系。
打破饮食含加文场所的限制，和艺术留伫生活当中。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甲各种戏水伫画布顶面展现。长期受到艺术教育栽培吴日清，结合东西方文化，创造出抽象多位，同时用白体仔立体装置，做出动物同圆满如意造型的彩绘作品，以东方书写伫各式媒材顶表达。在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就是恣意挥洒的一个线条，然后那个线条就是。我从书法里面去汲取出来的啊，所以在画面上看到点线面，还有亮丽的色彩，这是我的个性，所以我就画我自己。另外一位艺术家李鹤本，也是画图只有3天的时间，本身学理工，也毋过一直对艺术充满兴趣。有机会拄到吴日清了后，开始学画图。伊跟其他人无同款，无伫咧画色，甲伊伫户外创作。我每天都是跟日、月、天、地一起合并的，所以我不是在吹冷气房里面来完成我的画作，我所有的画作都是跟大地、跟上天、跟宇宙一起结合的。心中够坚强，你画出来的东西才会刚中有柔，柔中有刚。两位艺术家的作品，定定互企业家收藏。这摆画作卖出去的金额，就由李鹤本捐出5万块，由科技公司董事长代表捐赠予弱势团体，甲艺术融为生活，嘛抛赠音乐做爱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面对台湾将迈入超高龄社会，一旦厝内长辈住院无请看护，就要面对规家伙轮流照顾的负担。对此，但病院向健保署所申请的住院综合照顾服务，除了提升医疗品质甲安全，同时嘛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以102岁阿基阿嬷因为肺炎住院为例，除了得到24点钟的专业照护。每一天只需要支付950块费用，真正足甘心。像我们24小时只收950元，可是如果一般在医院，你如果自己自聘一个看护1对1的话，一天要花2600元，而且他如果说今天他的体重比较重，他会加价。还有就是他如果有感染的风险，他也会加价。那像我们这一个费用950元就包含了所有。因为该费用等于是市面上请个别看护介绍的一半，加上照护能力和专业的分级分工，拢互家属更加安心。所以计划这试办5个月，就已经有超过100位病人参与接受服务，有高度的评价。我们这个是有跟健保局申请费用的，所以一定是要有健保的身份。如果说重症需要1对1照顾的，这个就比较不适合，因为已经病危了。你如果再用团护的话，这样子风险是比较高的，这个部分就是会排除这样子。请的看护可能是1对多的，有时候要考虑一下，就是1对多到底多到哪里哈？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问题，可能需要医院方面跟病人端这一方面，大家来互相协调的。那就是为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有一个整合照顾服务出来哈。病院表示，病人或者是家属对着参加这个方案有选择权，只需要询问病院联系窗口或者是护理站，经过评估适合收案，就当享受这项大型的服务。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以独特艺术山丘建筑造型树立在青埔清塘园旁的桃园市立儿童美术馆本馆，4月3号正式开馆试营运。4层楼建筑由荣获2024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日本建筑师山本理宪携手台湾石昭永建筑师事务所联手规划，纯白又富设计感的空间，加上开馆首展探险未来，吸引许多大小朋友前来一探究竟。家长们也普遍肯定环境和氛围很棒。就是一进来觉得这些东西都很吸引小朋友，就是他们一看到就很想画画啊，很想玩小汽车啊，然后看到这一大片他们
就是会很开心的一直跳跃这样子，觉得很不错。啊，好舒服哦！尤其一进来的时候，窗明几净，然后呢，里面的话就是整个的流线非常的宽广，白色感觉起来非常的清朗，而且轻松，让人的感觉是很舒服，哈，而且很现代当代，台湾市长张善政也在正式开馆当天到场共襄盛举，不仅和建筑师山本林宪站在同一阵线，与地方民代们共同向中央喊话，争取经费，让新建中的桃园市立美术馆本馆能加快进度。另外，也力邀大小朋友们在4月份前来参加开馆纪念系列活动，期盼未来峨眉馆能与横山书艺馆以及新建中的桃美馆本馆成为国门艺术金三角。我们期待这个儿童美术馆和已经在营运的横山书法艺术馆，还有对面我们希望2年以后能够落成的桃园美术馆，变成我们桃园艺术展览的金三角，变成最吸引国内外游客的这个艺术的展场。那么我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策展的单位，我们今天开馆以后，马上里面就已经有展览的内容。从今天开始1个月左右，我们会有很多适合儿童的各种艺术的相关活动，包括这个小艺术家的这个市集，包括书展，包括讲座等等。呼吁我们所有有小朋友的家长父母们，可以带小朋友到我们新开幕的儿童美术馆来走一走，非常的美轮美奂，赏心悦目。台湾市府文化局局长也说明了营运规划，未来会推动美术馆行政法人化，让组织能够保有更多的弹性，聘请专业人员来长久营运场馆。那我想这样的艺术廊带的形成，对于整个桃园的这种艺文的基础建设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有了这些好的馆所之外呢，接下来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桃园市立美术馆本身必须要能够来提供更多好的这些展览的内容，所以我们也会从今年就展开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法人化的作业，能够呢让我们的这个市立美术馆本身的人员编制，还有能够更容易进用到我们在这个艺术圈的专业的艺术人士。我想这样整个软硬的搭配跟这个整个组织系统的这个搭配，会对于我们整个桃园未来在这个视觉艺术的发展上面能够有最好的一个基础跟发展的可能性。峨眉馆试营运从即日起到9月1号，民众入馆前需领取号码牌来分流进入，控制每梯次约600人停留，希望能保障民众能有良好的参访品质。另外，部分展区和活动需事先预约，馆方欢迎大小朋友踊跃前来探索艺术。记者吕婷台湾报道。